我係 Sylvia， 今日好開心咧，有位朋友咧上嚟探我喎，咁啊順便咧，梗係叫佢幫我分享下呢部 PEMF 嘅坦克切照人點樣幫到佢啦。William， 麻煩你咧分享下俾大家，即係等佢哋有一啲即係資訊都好啊，好唔好啊？非常好。OK， 喂，多謝你啊！咁啊，其實咧成件事咁樣嘅，我認識阿 Sylvia 咧都係差唔多喺7月嗰陣時咧認識佢啦。佢就好好嘅，嗰陣時咧係咁同我講，哎呀，呢個防山啊，有啲咩好處啊？咁其實咧我自己本身係一個醫務人員啦，咁我亦都係做咗好長時期嘅高端醫療器材。咁我就相信，我後尾問佢其實呢部機有啲咩能量啦？原來咧入邊咧有2種能量，一種 PEMF， 一種叫太克磁。太克磁唔熟，但係 PEM 我非常之熟嘅，因為曾經我都做過痛症嘅一啲嘅器材啦。咁嗰陣時其實我試嘅時候咧，試完之後咧，我發覺係真係得嘅喎，咁我就決定買啦。本來係買俾我太太用嘅，咁點知用完之後咧，唔使2個禮拜啊，就我嘅痛楚啊就消失晒，因為我嘅痛楚係已經有11年嘅中風後遺症啊，呢個叫中風後遺痛楚，叫 post-stroke pain。咁其實咧就消失晒，我真係覺得好感恩。你喺呢度咧就係非常之多謝 Sylvia， 係啦。咁你一日咧通常用幾多次啊？我咧就冇咁乖，因為其實我本身嘅工作問題咧，唔可以一日做2次。其實我係夜晚臨瞓先至做到1次，咁我就用呢部 P90嘅 P90咧，我就做半個鐘咁樣樣。咁你開幾多度啊？我就比較，因為我肥啊，同埋係比較大嚿啊，咁所以我係用到7度嘅。但係其實咧應該係用5度嘅啫。我提醒你嗰個唔好7度咁多喎，因為咧始終咧，即係呢一部機咧，即係你唔好睇佢冇感覺啊。其實咧佢你坐嗰陣時咧，佢係已經運行緊㗎啦。冇錯。但係咧其實咧安全起見啊嚇，我再提醒你哋啦。咁咧如果咧即係佢部機咧就1至10度嘅。係啊。1至3度咧就係啲慢性病啊、食緊藥嗰啲人咧就1至3度。正常嗰啲咧就開5度啊，係嗰啲運動員啊，即係奧運選手啊，或者嗰啲想個體力有爆炸性啊，或者減肥咧，佢哋先至要開到7、8、9度。咁咧你就要乖乖地啦，因為咧你當呢一部機咧好似一個物理治療咁樣，佢會慢慢將你嘅細胞咧要去習慣，去俾能量去慢慢嚟，就唔好過度啊嚇！再提醒你，唔準開到7度，因為你始終咧，你曾經有一個風險試過。冇錯。嚇，我哋去到咁嘅年紀咧，你唔好令到啲細胞咧一下子咁急啊！冇錯。嚇，你唔知道突然間會發生咩事，知唔知啊？乖乖地啦，咁好多謝你分享啦。咁咧，我希望咧，我呢個防山行動咧，希望咧更多人知道咧，其實血栓啊係可以預防嘅。其實血栓最大問題就因為血液過度黏稠啊嘛，咁如果血液過度黏稠，只要你及時咧，即係你運動好多人都做唔到啊，或者即係已經冇乜時間啊咁樣，咁呢部機咧係唔止幫你做運動咁簡單嚇，大家加油喎！